4。今是读第几页？这是第几页呢？12页。address copy。还是哦，稍等我一下，设定一下。打一个YouTube 的这个网链去。无拄好甲关掉，歹势。歹势，我本来要甲雷蒙送互你，结果去试着 move to audience， 甲你赶落去，无拄好。这个网链好啊，我甲网链打起。为什么我无看到？我明明有叫家己，我叫家己 primary 加 copy URL pin link add link paste add link cancel。你即摆应该阁起来啊吼，芭比，你即摆应该阁起来啊。这哦 ，Clubhouse 这设计哦，真恐怖哦，无拄好就去试掉。OK， 好，我甲迄个 YouTube 迄个 link 打起吼。我想煞我打一个即个，我一直想要邀请我一个我囡仔伴啦吼，自细汉熟识迄个囡仔伴，伊人是伫台湾啦。我先甲 link 打互伊好，但是一直无含伊时间，一直还未敲好，还要含伊敲时间，也毋是还未敲好。无人讲话哦。是哦。
无声哦，无声，因为我的麦克去试着迄个 mute， 我即马才看着，歹势。好，安尼应该拢好势啊吼。好，页面伫遮吼，copy image address， 打去30页，我看遮29页。好，咱29页。29页。28页。哦，对，顶尾读到28页吼。放较大吼。地下透风起土粉，天顶落雨起风云。甲锁挂掉心肝闷，袂饭袂食，暗袂吞。吼，顶回读到遮啦吼。讲即个少年即个查某人吼，甲锁挂掉，即个挂掉，咱顶下三个吼，挂掉就是个人有人会记啦。挂掉，敢若就是挂心嘛，我记诶是安尼吼，就是心内乱无啦，叫做挂掉吼，挂掉 ，KOA 第三写点 TIAU 第三写吼，挂掉，挂掉，伊讲这是歌顶顶诶文句吼，就是算应该是讲用伫歌词内底较侪啦吼，挂掉。乱无吼，面你挂掉拢无煞吼。即个其实我伫遮才看着吼，较早拢毋捌听过吼。我即摆咧小，这是伫大理大书店诶日文版诶原文吼，挂掉吼。乌达那多诺，这是文句哦，就是歌词内底诶文句吼。无其他吼，拢有，就是日文版诶汉语版拢有啦，所以无啥物特别。好，咱来看后一页吼。我有小可偷味一下啦吼，就是过来食趣味吼，讲到一寡台湾诶地名吼，等下就会读着吼。咱即摆先来看者，地中无水天做旱吼。地中无水天做旱，天顶落霜地下寒。咱阁无娘通做伴，较惨人阁无水泉吼。顶摆敢有读到遮？我感觉即敢若捌读过吼。地中无水天做旱，旱就是旱灾的旱吼。请讲。有读过。有读过吼。嘿，天顶落霜地下寒。咱阁无娘通做伴，较惨人阁无水泉吼。好，过来就是我讲开始出现一寡地名，我嘛就有兴趣学诶吼。光景真好，龙山寺，艋舺出乡。有啊，你是读乡吼？顶摆有读个吼，艋舺出，这是戏嘛吼，乡着。艋舺出乡莲花池，并无一顶做位记吼。用喙相好无了事，我这嘛敢若有读过啦吼。嘿，光景真好，龙山寺吼，这是台北诶，大家知啦吼。艋舺出乡莲花池，我就毋知吼，艋舺敢有莲花池？艋舺即嘛大家知叫万华吼，华语叫万华，就是其实是艋舺吼，地名读做艋舺吼，只要佮转一个语言去吼，都规个音就走抓去，有时连意思都无共去吼。艋舺是一种船啊吼，用
支叉去雕琢出来吼，艋舺。啊，即嘛因为伊经过日语的转音嘛，日语嘛是读做艋舺啦，但是华语读做万华无共意啊吼。啊，但实际上要读艋舺，艋舺做香有莲花池，并无一顶做位去用喙上好无了事吼。就是无做，你若无啥物无留啥物做记号的啦，无留啥物做西鲁士吼，应该是西鲁士，伊遮无西鲁士，并无一顶做位记。就是你无留啥物担保的物件啦吼，用喙讲尔无了时顶有早过吼，敢若是像敢若无彩工安尼意思吼。啊，搁早一个吼，无了时。无第五声，了第二声，是第五声吼。无了时，结局无好，吼，无完整。食即号头路也无了时吼，就是无完整吼。甲你做翁仔某也无了时吼，无好结局啦吼。我讲拄则讲无彩工嘛，就是无好结局。好，过来是15月娘真是明，应该关刀吼，关刀，伊是音是迄个飘做关刀，关刀妈祖真是兴吼。15月娘真是明，关刀妈祖真是兴，招数因缘数毋肯。无采兄哥的工情吼，这拢足白话啦，无啥物好解说，就是讲啊，一开始写景嘛吼，15月娘真正明，我拄则过吼，中秋15，中秋是15啦，这是这无一定是中秋来讲15暝嘛吼，15月娘真是明，关渡妈祖真是兴吼。这是为着押韵尔啦，其实含后壁这讲的无一定有关系吼。招数因缘数毋肯，无采兄哥的工情吼，就是要甲你带你毋答应吼，无采兄哥的工情，咱来查一下工情。KANG CHENG 讲是第一声，情第五声，工情。毋知你有家己小练者，比如讲，这情是第五声安尼吼 ，CHENG 情第五声。我毋知是毋是需要两工找一工仔教一下迄个白话字甲台语发音甲变调，这差不多爱2节课。讲实在，这若要讲清楚，讲2节课。我含大家分享者，其实吼。我学白话字的时阵呢，是迄当中我看 YouTube 一支影片吼，啊，迄支影片其实是伊分做顶下2集啦吼。这支影片是台南文化中心伊邀请一位先生叫做，我即嘛是40年还袂记吼，伊伫咧文化中心开课啊，两点钟。教白话字，啊，伊是教白话字嘛，教变调安尼。啊，头前就是教白话字，头1点钟，后壁第2点钟教变调吼，8声了教变调安尼。我就干那学迄2点钟，啊，就学起来。我毋是讲我较教吼，我意思是讲白话字就遮简单学尔。啊，但是我毋是讲我学起来就足够写，无法度啦吼。我其实学起来了后，我搁练差不多2礼拜才较熟吼。2礼拜就是逐工练咯，逐工。当然无用手写啦，我是用已经拍字，我甲迄个输入法拢安装好啊，但是就是无熟嘛，逐搭拍。头一工第一纸字要几字袂记啊，10外字的，加10字啦，拍半点钟才拍出来吼。因为8声调无熟嘛，
使好吧去搞搞，像每一日拢打算啊，无毋知对一声吼，打算安尼。这是一开始啊，当然一开始就是较困难咯，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共款，就是所以我意思就是，培育真好学，大家拢有法度，就那甲甲你讲起来，讲起你这是枪行电马行日安尼，你讲你10分钟讲煞你拢知影，但是你要行较好，是要小练一下吼，毋是甲你讲煞你就是随下去吼。好，所以啊，我前几工仔阁有去找吼，迄块影片阁伫诶吼，即马阁伫诶。因为经过这几啊年过来吼，即马其实伫咧 YouTube 顶头教培育你诶影片是一堆啊，吼，你无一定讲爱去看迄个，啊，但是你若有兴趣你来看。哇，我甲迄老师名忘记，还是我找着想着再甲各位讲吼。其实迄个神社人真好吼，我后来伫咧网络顶有虾米，我甲讲，我甲说道写讲，我培育你着是虾米学诶。啊，伊就甲伊手头所有资料拢分享互我吼。啊，你若有兴趣学诶，当然我嘛分享互你，嘛是人安怎互我就安怎互你吼。但是我袂使甲伊名袂记，我找一下吼。白话理相关哦，叫做五人式吼。啊，恁捌听过这个名无？伊敢若是伫台南什么艺术大学诶款做教授吼，叫做吴仁式先生，伊是查某人吼，伊名看袂出吼，伊是查某囡仔，查某人，因年岁和我差不多诶款吼，可能加我几岁啊。所以你若有兴趣，你使去查即个名吼，吴仁式。咱我讲迄个我转去啊吼，转来遮吼，工程要查即个工程吼，工程就是无采兄哥诶工程，就是无采兄哥诶，你看吼，努力计划功夫吼。OK， 所以工程大就是5人工程，就是5人诶计划，5人诶功夫吼。废人诶工程，废了工程吼。工程大就是工程大了，敢若讲工程就大相款吼。看有啥物其他无汉语版无写着，工事、工程吼，无特别。好，咱搁后一页吼，30页。30页，地名搁来吼，我拄则讲我小可美诶，就是即只足侪，啊，毋过我看即只地名拢北部吼，台北即只附近诶吼。大屯山，即间是大屯山吼，大屯山尾向天边吼，即个是新加坡诶坡哩，但是呢，其实伊是读边啦吼。大屯山尾向天边，新庄庙口大鱼池，咱甲读一遍。蓝色哪看哪食鱼，蓝哥哪看哪惊死吼。好，再来看一下，然后来分析一下。大屯山这住台北诶人较知啦吼，应该知影这山伫倒位吼。大屯山尾向天边吼，这应该是向天边是迄遐另外一个
B 是台语的 B 是水池，叫做 B， 哦。啊，较早汉语的写法，一个是这种写法哦，皮里边啊是土，叫做读 B 嘛吼。另外一个是我咧写等者吼，嘛是土里边啦吼，吼，这里吼，这免解释啦，这就是水池的意思吼。靠山皮那个皮。对，就是华语读做皮啦吼，华语读做皮啦，台语读做 B 啦吼。有时啊，我嘛会看即个汉电影有咧空虚字典的迄个音吼。毋是空虚字典，我讲对了，是公韵啦吼，公韵的音吼。啊，但是你会晓切音才有法度啦吼。父之切就是西，并味切就是鼻。切音你会晓个？切就是摕即里的头前叫啥？主音甲即里的母音夹活来，吼，边就是摕主音就是 B 嘛吼 ，P 嘛吼，你开始 B 嘛吼，啊 B 就是摕母音就是 E 嘛吼，所以 B E B 吼，读做 B， 所以即里读做 B 啦吼，并味切 B， 应该是读做 B 啦，伊意思应该读 B， 因为声调是爱倒一个啦吼，并味切 B 吼，啊是这应该是补吧，补味切吼。反正不管吼，就是较早迄个运输就是运输吼，伊会讲运一运吼，我捌听过讲是讲运一运啊，较熟诶啦吼，较接听着啦吼。啊，所以你若要用即个空虚字典去看即个台语安怎读，你着看即讲运一运，应该就是啊吼，古早音啦，但是要切音就影啦，这切音较早阮国文老师教诶吼。OK， 好，我为虾米看你遮？因为要互你知影比例是虾米意思，吼。所以伫遮嘛吼，这是对是国语词典吼，国语是毋是 Mandarin 吼，这只国语是古早汉伊个迄个一本书叫做国语吼，由鬼水讲叫做灌溉用的即个水池吼，叫做 B， 或者是地下的所在叫做 B 吼。OK， 转来本文遮，我开做遮吼，所以大屯山尾向天比吼，你若住伫台北，尤其是住伫阳明山迄附近，迄个算啥？天母树林天母遐，可能较知影即只大屯山即只有承受一个，咱来查者应该地图无定有吼，大屯山尾啦吼，恁连的 Q 卡是叫做尾，大屯山尾向天比，我看大屯山伫遮，我看向天比无。无，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用即个附近向天。
安尼，伫遮啦。即摆叫做向天池啦，吼。啊，台语较早是叫做向天比啦，吼。伫遮，吼。看一下啊，卫星相片，哇，说是足细诶，足细诶水池尔啦。啊，尤其是迄坑打水靠岸，规个无看，吼，无看到水吼。但是即个位啊，你看较浅、较落落诶即个所在吼，向天比吼，大屯山尾向天比吼，所以无白写吼，实际上是有即个所在吼，有即个比。大屯山尾向天比，新街庙口大鱼池吼。我相信这新街嘛是应该是这迄个位啊，大家知一条街路叫做新街啦吼。但是我毋知即摆是伫倒位吼。新街庙口大鱼池吼，所以比甲池拢是相款，就是相款意思吼。蓝色哪看哪食鱼，我是无了解即个食鱼什么意思啦吼。等下查看有吼。蓝哥哪看哪惊死吼。看即个日文版的鬼水讲阿内萨哇米鲁ホットマス是的，我看无意思。蓝色哪看哪食鱼，我看查一条有食鱼即个词无。食第八声鱼有应该有两种发音啦吼，无共腔口，我等下查看觅吼。一个是有鼻音的吼，无，啊若无鼻音的咧，歹势，我第70条吼。无。拢无即字，我用汉字查看觅吼。字，鱼字，所以是读字，读字哦，所以我是一直拢读毋着。第二点，今二点，另外，出台语。做台语，汉字，OK， 今二点字嘛是字拢是字，OK， 所以是字。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讲钓鱼啊，拢讲鱼啦。所以我一直想讲是读即个音，是读做字吼。好，读做字，这想要甲关起来。对，伊飘音嘛是飘字吼，所以我读毋着。蓝色哪看哪食字，
啊字无别个意思嘛，就是敢若拄则你若看即个，就是敢若即个字尔吼，诱饵吼，你用来钓鱼用的迄个诱饵吼，叫做字。但是遐什么意思呢？咱说哪看哪食字，我照即个里面看，意思就是，伊虽然足细腻足深少诶，逐逐来，但是逐逐吞就对啦，逐逐吞即个字嘛吼。咱哥哪看哪惊死，看日文版我嘛看无意思吼，咱哥哪看哪惊死。而且我毋知影这实际上什么意思，你若知，甲咱补充吼。咱继续看咧吼，学一寡地名啦吼。伊诶音是飘做龙洞吼，但是我知影即只人逐个拢叫做大龙凤啦吼，龙凤吼，所以龙洞甲查一个啊，即个地名吼。迄是安尼写诶。安尼写我毋知要安怎读吼，遮有吼大龙凤嘛吼，我知影是逐个拢讲即个所在地名读做大龙凤吼，大龙凤，可能是原住民诶发音啦吼，大龙凤。好啊，只要是去互汉字解过吼，迄音就拢走煞去吼。好，所以即只是读做龙洞，但是我知影是逐个读做大龙凤吼。龙洞对面相连比吼，过来吼，相连比相反是比吼，意思，所以相连即所在绝对是地势较低啦吼，毋是较悬吼，因为汉字即嘛读做普去就变成意思变较悬去啊吼，迄意思拢规拢走正去，走差完全无共意思吼。相连啊，马文敢若是台北人诶法度，无法度通讲，无应该当甲咱解说即个地名吼。相连伫相连伫遮吼，其实台北我无介熟啦吼，所以我着爱看地图我才知，约知影尔吼，相连，遮敢若是教会长老教会诶一个教会伫遮，因咱敢若有开迄个白话字诶班吼，即嘛应该嘛阁有啦，你有兴趣你去问看觅吼，相连遮，但是看袂出讲即遮是较低诶所在吼，相连。好，大龙凤伫倒位啊？应该是嘛伫这附近哦。我所有印象就是我是德人哦，我较早若坐中英号哦，坐公路局的客运啊，来到台北吼，伊一落即个高速公路了后，就是伫即个大龙凤遮，遐有一个聋哑学校还是啥物吼，就是迄种会到学校。啊，所以我着逐遍着想到大龙凤，我着敢若想咧学校安尼啦。所以大约伫即个位啊，还是即个毋是伫高速公路遮，高速公路是伫倒位啊？遮吼，即遮哦，大龙凤保安宫遮吼。
就是这只，交流都伫遮嘛，所以热诶头一个，我印象中就是迄个学校啊，所以讲咧大人帮我就想就是迄个学校。啊，讲即个，咱转来遮吼，伊讲两栋对面相连 B 嘛吼，地图，sorry，两栋对面相连 B 吼，大屯山尾向天池吼，拄则讲向天 B， 即马讲向天池吼，为所挂条较惨死，挂条拄则讲过吼，乱无，这是花灯家中未读书，未读书啊吼，未读书啊，未讲书吼。四项字可能较无啥押韵，但是伊为着要押韵，所以是本来是拄则是对着相连 B 向天地吼，有一下变化，你若讲两个拢 B 就较无变化吼，读起来就较无遐个趣味吼。来，搁读一遍吼。两栋对面相连 B， 大屯山尾向天池，为所挂条较惨死，回转家中未读书吼。阿比，你要甲阮读一个？有兴趣无？你有兴趣读一个？两栋对面相连 B， 大屯山尾向天池，为所挂条较惨死，回转家中无这字哦。嘿，无读书嘿，无读书啦吼，伊是写书啦，阮的强调是读书啦吼。回转家中无读书吼，回转啊，但是因你爱变调变回转家中，转变长吼。阮的腔啦吼 ，OK， 好，来过来，这另外一个有兴趣读的嘛，会使举手啦，恁来大家来练习一下吼。啊，因为这读这个读歌谣吼，就是趣味，就是你会当迄个声韵吼，会当读啊足水安尼，足趣味吼。新庄对面是邦桥对，新庄对面是邦桥，这台北人拢知啦吼。新庄对面，台北啊，若像我毋是台北人吼，袂要紧，都学起来吼。歌谣甲你编好啊吼。新庄对面是邦桥，剑潭吼，剑潭对面犁头表吼。咱所食饱着穿烧，咱搁照顾袂得着吼。意思讲阿兄照顾袂着吼，所以你爱食饱，都爱食饱穿烧啦吼。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啊，头前这是为着押韵，但是伊毋是伊为着押韵摕即个摕即两句吼，倒一寡地名嘛吼，啊，互你等于是你学这两歌，先煞学一下地理就对了吼。新庄对面是邦桥，邦桥伫遮吼，新庄伫遮吼，新庄讲对面是意思是讲中一条河吼，淡水河啥对面吼，新庄对面是邦桥，啊，过来，剑潭对面犁头表，我读对犁头表嘛吼，这是我看的标音是潭，应该是读潭那款吼，剑潭对面犁头表吼，因为我知影台中迄个潭子吼，敢若是读做淡子的款吼，在地人知再甲我讲者吼，我记得是读做淡子。但是应该看伊标音是剑潭吼，你若在地人，你再甲我讲者，看是毋是潭对？剑潭对面犁头表，剑潭是要画迄个山啊，这只来款吼，我无介清楚，敢若是伫这附近吼，查者。这伫遮吼，即个位啊，剑潭
剑潭对面犁头标，对面应该是原来是河对面啦吼。犁头标，但是河对面遮什么所在？犁头标我都毋知，看找到诶。应该是用先找剑潭，然后剑潭附近。看犁头，无，泰山犁头洲，犁头，这是读做，毋知读安怎读吼，伫遮，但是离剑潭诚远，所以应该毋是即个位啊啦吼。剑潭伫遮，差足远诶。好，歹势吼，我毋知即位伫倒位。犁头标吼，咱所食饱着穿烧，咱搁照顾袂得着吼。后一啊，即马时间10:11，31。好，来，后一首吼，伊两字无印出来吼，但是有飘音啦吼。韭菜开花，直愈，应该是读愈吼，直愈。啊，再来是青白应该是青白吼。等下查一下即个音啦吼。青白点火吼，较光油，家己排某往漳州，破船过港，较赢翔吼。来，好，拄则我想讲迄音要读互对吼，所以我就直读。我搁读一遍吼，一道较紧吼。韭菜开花直愈愈，上白点好较光油，家己歹某往漳州，破船过港较赢翔。知影意思无？家己歹某往漳州，就是带着歹某加减啦吼，只好加减。破船过港较赢翔吼，所以后壁即个词就是搁甲头前即个词意思讲甲搁较明白诶吼，就是你若要过港吼，家己用想诶是较忝嘛吼，有一只船啊通过诶，虽然这船啊破烂烂吼，但是过嘛比你想较轻巧诶意思啦吼，啊，就是过说头一句吼，家己歹某往漳州，就是带着歹某加减用啦，意思安尼吼。当然，这是对因某较，对查某人较无尊重诶讲法吼。家己歹某往漳州，破船过港较赢翔吼。头前嘛应该是拗念吼，韭菜开花直愈愈，青白点好较光油。咱来查一下这个青白。我先用汉字来查一下吼。青白，歹势，我拄则读着，一直拢读着，伊嘛是飘青白吼，青白吼，但是因为无声调，所以我拄则无介确定吼，青白吼，青白，或者是漳州腔冲白，或者是净白吼，
泉州腔有另外一个音，一个是情，一个是情吼。啊，这个情甲情吼，含台语另外一种手叫做榕树，迄个榕吼，共音啦。所以我有时毋知影讲到底到底是讲松树还是榕树吼。好，高雄遐有一个所在叫做蕉前鸟松乡吼，就是读做蕉前吼。蕉前就是蕉啊上啊叶迄种树啊，但是我印象中蕉前应该是讲蕉前啦，就是蕉前就是毋是松树是榕树啦吼，叫做蕉前啦吼，或者是蕉前啦吼，看你各地方可能讲腔口无介相像吼，有诶讲前，有讲前吼。蕉前，我印象中是讲的是榕树，啊，结果鸟松就变成松树去吼。好，啊，但是松树伫台语嘛是叫做青木对啦吼。咱来看一下例句吼。台湾青做酱料茶建材等等吼。台湾赤青，台湾杉嘛叫做青白。上落吼，例句是青白炭，就是用青去做好炭吼，青白树去做好炭，青白中青，风头青白，即老练的人叫做风头青白。哦，青白啊，我都毋知你讲啥吼，青白。阮新竹即只，毋是新竹，应该讲我伫北平即只一个所在叫青碧岭，我从来毋知是安尼读啦吼。松柏林吼，松柏林的款吼，青碧林吼。但是我毋知，因为我拢听人讲华语，我毋知因是毋是在地人叫做青碧林吼。应该是有诶所在地名就叫做青白吼。好，咱转来遮吼，青白点好较光油，意思就是讲比油点好较光啦吼，应该是即个意思吼。就是用青白来点好，比用油去点好，油灯啦去点好较光啦吼。啊，即个转转来即只就是讲，家己歹某罔将就嘛，破船过港较赢受吼，拢是同款意思啦，就是无鱼虾嘛好啦吼，有比无较好就对啦吼。韭菜开花直噜噜，韭菜开花感觉应该嘛是可以食吼，可能较无晓食因赶起啊嘛吼，所以这嘛是有迄个意思啦吼。韭菜开花直噜噜，青白点好较光油，家己歹某罔将就，破船过港较赢受。所以你若你平常时，譬如讲你讲迄个讲啊，总是有比无较好，像安尼讲法的时候，你嘛会使甲即句摕来斗一下句的吼。破船过港较赢受啦吼。啊，但是我着进前我一直拢讲，我其实无认同即种做法，就是甲即种罐头词摕来用啦吼，因为变成讲人的评断，你着较讲是一句吼。其实你若讲有才调，啊是讲你本身迄个文字的迄种功力有够，你会使家己做一个句，家己做一个词来用安尼啦吼。即嘛临时临了我嘛袂晓，我也无遐厉害啦吼。你若像迄因迄专业的你唱迄个唱歌的吼，我即嘛就一时拢名拢袂记吼。伊敢若前2年才过身一个阿嬷吼，挂一个伊痴迷嘛，所以挂一件大汉乐器，咧唱歌，因为足够，因太济吼，放来一堆吼，家己就会晓斗即种句安尼，7字啊对啦吼。好，时间10:20。后一条，哇！
伊是写做内休，但是迄个音飘做西内西。等下查看觅吼，因为内休你看伊日文版的个解说就遮吼，土比吼，就是咱讲内休啦吼，有人讲肉休的款，内休就是鹰啦吼，内休口风半天飞吼，伊是写飞吼，内休口风半天飞。即摆咧读，地瓜出世门花花，当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落人喙钝皮，吼。好，来我再读一遍。内休口风半天飞，这该是读做飞还是飞才对啦？因为你要押韵，安尼才会押韵嘛吼。我是感觉伊这音飘毋对啦吼，咱来读押韵的吼。内休口风半天飞，地瓜出世门花花，当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路人喙钝皮吼。所以这安尼就拢有押韵嘛吼。但是当无好势通讲话，这是啥物意思？当无好势通讲话，那客话我就知啦吼。客话讲当无好，就是 very 吼，就是真无好势吼。当无好势通讲，但是毋是客话咧，我就无理解伊安尼写。当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路人喙钝皮吼。好，这啥物意思呢？就是讲惊人讲话嘛吼，所以我就歹势。当然这毋是讲歹势讲话，应该是讲，譬如讲歹势甲对方讲话吼，譬如讲查某囡仔歹势喊即个查甫的讲话，还是讲即个查甫歹势讲。一般是查某囡仔歹势学查甫讲话吼，惊见路人喙钝皮，惊叫人讲话吼。内休口风半天飞，咱来查一下内休吼。伊直接用即个汉字内休吼，你会感觉讲奇怪，而且用这汉字吼，一滴仔就看袂出讲这是一种动物，颠倒是敢若食物吼。台语的用法内底，一种汉字的用法就是像这种用法。你若要讲伫个台语课内，因拢叫做民惯汉字吼，就是民间惯用汉字吼。就是歌谱的用汉字的方法啦，就是伊直接摕即个汉字的音来用尔，你不管你啥物意思，你直接摕来用就对啊。甲即个音共音的即个字直接摕来用，即种用法，吼，即种你袂当讲黑白来吼。伫个咱较早国文拢学过吼，叫做啥物六书，啥物专注假借吼，专注假借即种的，其中一种叫做敢若就是假借的款吼，就是这是其中一书就对啦吼。内休这是其中一种用字的方式吼。啊，我有时嘛讲这叫做台语好亲文吼，我毋是讲华语的好亲文吼，毋是用华语来斗台语这种好亲文，我即嘛讲的是直接用台语来斗台语字，来斗这个音的好亲文吼。其实我足鼓励大家写台语好亲文，就是你有法度甲即个汉字直接用台语发音，你就直接摕来用啦吼。比如讲你写了一个字，你实在是毋知影迄个本汉字要来写袂要紧，你找一个共字的音来写就好啊吼。我定定嘛安尼练习吼，所以有人爸咪有时可能看我会用即种歌谱的即种用法吼，古日例啦吼。对，即种写法吼，啊，即种的就是这是我讲正确啦，我讲叫做台语好亲文吼。吼，我会安尼写家己吼，写虾米啦吼，吼，
歹势，我袂记迄字哪写。哪会无？怎样吼？怎样？怎样有无？我即种写法，就是你知影即个台语，即字的台语发音是安怎发音，你就直接摕来用怎样足侪人即你若有去现歌册内底足侪即种写法，今仔日咱至少学就是一个来休伊就直接用这来做来休这两个汉字台语音的即个写法绝对毋通看轻即种写法我知影有足侪人用汉字派哇，每一字拢爱空虚字顶爱错有诶，才叫做台语字，才叫做台语正字汉字。我咧听咧把布，即种写法能用几百年而且我就拄则讲过，你若真正要讲就是迄个什么六书其中一书的即种写法就是安尼，汉字就是安尼运用啦即伫日文内底嘛足侪啦我比如讲よろしく。因较早你去现日本的一本古书叫做《万叶集》万叶集伊就是即种写法比如讲よろしく，伊是写这安尼，就是摕音来用嘛，直接甲よろしく这四个字都用汉字甲写出来よろしく含这四字完全无关系啦。よろしく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拢知影，就是请多多指教的这种讲法这就是汉字的运用莫听迄歌陈世明，我直接呛名迄种人讲什么伊伫什么空虚字顶什么对一本古早字内底显出来什么有根有据的就对啦，迄种才叫做汉字。我听你咧把布绝对毋是安尼汉字的运用伫台语内底运用，这都已经几百年的传统，就是安尼用的这是其中一种写法啦所以你嘛莫讲看轻即种，因为我甲你讲，中华民国教育部上看袂起台湾的一切伊袂甲即种字摕来用所以你绝对袂晓，因为中华民国教育部看袂起的，你就看袂起你家己中华民国从来毋捌看会起台湾去OK， 好，来休，我要查这个来休讲到倒位去，歹势来休，所以咱来查来休 ，LAI 第7声休 ，HIOH 发电休第8声因为这有腔口差啦，所以无一定查会对啦我看我要安怎查。我看用册台语可能较有法度查会着。台语大词典休是第8声，无怪我对啊查无对啊，我着写对伊为虾米无我嘛毋知来休台语新字书伊是收肉休来休是漳州腔来休什么药渊老鹰就对啦吃枭即种鹰类的啦，其实我嘛毋知，一般台语内底即种统称，你知影？因为伊无法度像迄个什么学名安尼遮精确有无无迄种物件台语内底就是迄种一寡 general term 来休即种鹰咬鹰吃枭即种拢叫做来休啦OK， 来休另外一种讲法叫做肉休，其实肉休才是阮我自细汉听到的讲法肉休来休embryo chicken hawk kite 甚至 kite 嘛会使叫来休就是有迄个风筝啦风车，阮叫风车啦very no 来休 OK 好，所以这是来休所以
风筝嘛，才叫来叶吼。啊，你绝对伫，你看你伫遮就看袂到即种汉字的用法，所有诶拢无迄个。其实即个来叶要写做汉字，有一点困难啦，因为你毋知要写做啥物对象。你看这拢含即个来叶，我看嘛，大理大书店嘛无迄款哦，看大理大书店。台语诶有诶即个语源吼，就是字诶源头吼，其实有诶是对，毋是汉文化诶字啦吼，伊可能是在地，比如讲伫福建诶山内底一寡原住民吼，因诶讲法吼，啊你哪有可能找着相对应诶汉字？绝对无嘛。啊，当然你要找相对应汉字，就是直接摕音来用就好，吼，就是来晓安尼吼。来晓伫倒位啊？无看到。来晓伫遮吼，伊直接用吃宵这两字做迄个来晓的迄个汉字吼。可能有哦，可能有，可能就是这两字哦吼。吃宵嘛，来晓，我无确定吼。伊这是写肉晓吼。好，伫遮来晓10:32已经超过啊！我今日读无几条，就已经时间过吼。地瓜出世门花花，挡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落人喙钝皮。后壁无啥物通好无啥物特别的爱知啦吼。好，所以今仔日读到一条啦吼，一条来晓遮拄一条第13页，我可能爱做一下记号，我后尾拢袂记读到倒位吼。好，安尼时间到，今仔日读到遮，感谢各位和我斗阵来精进来学习啦吼。其实我真正是和各位相关伫遮咧学习尔啦吼。我并无教各位啥物物件，啥物新的物件我无法度吼。尤其是看即本歌谣哇，这内底足侪词吼，我拢是今仔日才学着啦，或者是讲我现书店才知影意思吼。啊，所以和各位相关，大家斗阵来学习。今仔日讲的，敢有人有啥物补充，有啥物意见，还是讲你有啥物建议吼？因为我无确定讲要安怎来读即本册啦吼，即本歌谣是大家要来念，还是安怎，我拢无确定吼。我毋知对即种读法大家较有兴趣吼。读歌谣一个好一个趣味的所在，因为就是讲伊的押韵啥吼，读起来较趣味啦安尼吼。好，芭比，你有啥物要补充无？拄则，但是迄足头前。足头前哦，有问题哦。譬如语文有补充，就是我看觅，愈看愈讲，伊就是咱咧查迄哦，对，嘿。啊，语文的部分，语文补充讲，迄是讲愈看愈介意迄个查某。哦，是哦，来，我看觅。是遮嘛吼。咱做哪看哪食鱼，所以这是愈看愈介意就对啦吼。安尼安尼沙瓦吼，米如福岛，这愈看愈介意啦吼。福岛应该是甲某一种，就是 progressively 啦吼。但是这毋是应该这个嘛，毋是复数级的吼，愈来愈介意吼。福岛是一种程度的意思啦吼。啊，就是愈来愈介意吼。愈看愈介意，啊，咱搁哪看哪惊死吼，应该是讲，可能意思是讲，查某人哪看哪介意，啊，但是这查甫愈看愈无胆啦，愈看愈倒揪就对啦吼，可能是安尼。用迄食字感觉足好笑。对是食字吼，歹势我这个谈对去吼，食字。哪看哪食字吼，就是，若敢若鱼仔吞字啦吼，愈吞愈落。哇，迄个今仔日芭比
甲帮咱迄个礼仔嘛有吼，帮咱留足侪，帮我做足侪迄个鬼水补充啦吼，嘿。真好真好啊！就是恁会当帮我补充，我是拢结束了后再开始一个看恁留啥物安尼。OK， 好，安尼感谢各位，含我好，安尼今仔到遮吼，超过5分钟，我来开房，好，多谢大家。